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主，我搁一遍恳求你，嘛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家庭，我们家庭所需要的，特别伫疫情的中间，无论伫经济，无论伫阮的环境，无论伫阮的工课，阮的事业婚姻家庭内面种种的代志，阮拢摆咧伫上帝你的面前，求主你坚固阮的信心。当有需要的，阮会当提供需要的帮助，互阮若靠基督教会的正兄弟姊妹，就阮的亲像一个大家庭共款，阮三角伫遮同心同行，做阵来荣光上帝的名。主，阮搁一遍恳求你来帮助阮，透过今仔日林牧师伫遮的分享，互讲的、听的，每遍得到利益。即时，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阮三角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日市，着叫阮脱离迄个海，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感谢主，即时咱来看一段的圣经。这段圣经记载伫箴言第6章12节到19节。箴言第6章12节到19节。请下着圣经，我来读，请兄弟姊妹咱详细来听。箴言第6章12节到19节，上帝话安尼记载讲：无下落的歹人，行做就用歪谬的嘴，念目话用卡比的意思，用镜头指点，心内歪撇，常常计无歹事。世界所浪冤家，所以伊的灾祸忽然临到，伊要忽然败坏，无法通医治。第16节，有6项是要发所怨恨，连伊的心所厌恶的有7项，就是骄傲的目睭、白贼的指，讲白贼的指，手抬无罪的人，心多无歹事，骹紧紧行陷害，讲白贼的假奸情，伫兄弟中所浪冤家的人。以上愿主教示咱伊的话语，透过伊的话语，互咱更加清楚。即时，咱来赞美，咱请圣乐队伫遮来赞美。In the quiet of his
我相信咱伫线顶顶员咧组织聚会，有做兄弟姊妹拢伫遮咧分享平常时牧师打电话咧探访的时阵即马差不多拢爱用即个电话来探访。电话探访的时阵兄弟姊妹拢咧讲咱的教会即个直播当然拢会当去比较每一个教会、每一间教会的直播的系统，咱拢开始即马变讲咧比较，所以我就想着讲安尼其实是较无好啦因为比较的结果当然咱是用真即个简单的设备用电脑伫遮来做直播的系统。感谢上帝，互咱的同工会用真侪的心力伫遮来直播当然，咱就会当透过即款的服侍是讲每一个无共款的服侍，咱就会当体会到一点特别伫疫情的时阵咱拢会当可能咱拢真通要求迄个品质包括讲道，我相信这是真侪兄弟姊妹，咱会当伫网络真侪的名嘴伫咧迄个过程中间。牧师其实嘛是一直咧学习，透过网络嘛是咧学习。我看遮个真侪牧师的讲道也好，遮个即个外国的遮个牧师的讲道做讲道，牧师嘛真讲我会当亲像遮个牧师共款，遮个名嘴共款。但是后来我想想诶，其实咱伫南口的聚会组织，我相信兄弟姊妹嘛听牧师的讲道有8年的时间8年400外场的即个讲道的时间乘以22场无共款的。所以伫即个过程，我相信兄弟姊妹侪嘛拢有习惯牧师的方式牧师一定会做真侪无共款的调整。更较重要的是，嘛真兄弟姊妹为牧师来祈祷，求主来坚固牧师，互有侪包括伫即个甲兄弟姊妹生活伫即个过程中间，互我着想着最后说。伊伫咧世间的时阵，伊帮赞伊的门徒、伊的学生，虽讲是3年久的时间，伫即个3年久的时间，伊甲因相甲做伙，甲因伫遐来谈论信仰，活出好的行为。所以伫即个过程，牧师嘛真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若是干那咱咧听道理尔，透过即个道理，咱会当清楚知影啥物是。真正咱爱去实践、爱去做，哇，这是真重要一件代。所以真兄弟姊妹，咱伫即个过程中间，咱会当求主来怜悯，求主来保守、帮助咱。所以嘛，恳求上帝是恩管我来帮助。所以今仔日牧师要用7种破坏咱。7种破坏力，拄则咱透过经验第6章12节到19节的即个经文内面，咱就发现迄个7项的破坏力破坏咱，伫咧对17节到19节，就伫遮表明出来。所以牧师伫遮用7大点，甲兄弟姊妹做阵来分享。所谓破坏破坏真紧，起造真恶，对毋对？破坏真紧，起造真恶。人甲人的关系嘛是共款，厝内面的关系、兄弟姊妹的关系、甲上帝的关系，其实拢共款。即边的疫情，咱就会当看到迄个破坏真紧。会记得我拄则祈祷咧讲的无？喙红的事件有无？喙红口罩、喙红的事件。伫遮开始嘛有无共款的声音，拄啊开始的时阵，
后来呢，后来拢会结束了后，搁有啥？搁有即个防疫的破口漏洞有大喙暗无大喙暗有侪政府的规定咱有做无做即个距离、洗手逐方面消毒到即马比如讲世代爱5个人，到底是5个以上啊5个以下但5个还是4个所以侪咧讨论，一直到即马疫苗咱嘛咧等待到底是咱要用家己生产的，还是去买别国的？也是有侪的遮个主动单方面，所以其实亲爱兄弟姊妹，而且咱着看到迄个破坏真紧。雅各书第2章15节嘛有安尼记载要互咱摕迄个乌犁、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小乌犁，因为咱的葡萄园拄仔咧开花，所以要掠迄个乌犁、狐狸、小狐狸。因为咱的葡萄园拄仔咧开花，伫教会内面、伫团体内面，因为共款有迄个小狐狸的存在，所以迄个葡萄园拄仔好要开花、要开葡萄真好的代志，但是无拍算迄个小乌狸走入来迄个葡萄园，破坏迄个葡萄园，破坏迄个葡萄园，葡萄受伤损害。伫咱的生活内面，常常咱嘛是被破坏的。嘛相时咱是破坏人的，我毋知影兄弟姊妹，咱是毋是捌定定安尼做即款信仰的思考？你是破坏人的人，还是受破坏的？其实拢有呢。咱伫家庭内面嘛是共款，一个话讲袂清楚，还是讲一个话讲出去哇，开始破坏就开始啊。咱定定拢会讲，我听人讲啥，我听人讲啥。到底是倒一个人咧讲？其实毋知，或者是我家己咧讲，这嘛是一款真大的破坏。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伫今仔即个疫情这么混乱的过程中间，互你我咱拢会当反省啦看到迄个破坏咱出现的时阵，愿主来怜悯。所以，拄好牧师即个3个月前安尼安排到今仔日。讲到7款的破坏咱，我嘛毋知影，真正是上帝会带领，互咱会当拄好即个破口的所在，咱听到箴言第6章12节到19节，即段真宝贝信仰的提醒，帮助你我会当伫即个破坏咱要开始之前，咱安怎动起来 ，start， 动起来，这是真重要的一件。所以，请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做伙来看咱家己本身。透过这段经文，特别甲你我讲啥，这是真重要。透过这段经文，要甲你我讲啥，毋是讲牧师今仔日讲的，就是咧讲某一个人，就是伊啦。牧师咧讲，就是伊啦。所以，愿主来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所以头一点，要甲兄弟姊妹来分享的。第一款的破坏咱是啥？骄傲、骄傲的目睭，骄傲甲怨妒，其实是2款真恐怖的情绪啦。骄傲、怨妒，咱常常拢会陷入去迄个骄傲、怨妒的过程。骄傲就是代表啥物？代表自义无得较是家己啥物拢无对，开始安怎？家己欺骗家己，或者是讲过分的优越感，咱拢会比较，对毋对？咱拢会比较。我会记得细汉的时阵，阮的厝内面的人拢常常若去参加啥物活动了，就会讲某咪牧师，还是讲某咪人，因的囝因的安怎？读啥物学校？你加油，你加油！我相信咱拢爱经历过即款的过程。伫即个过程中间，无得甲咱就产生真侪自尊心就走出来，开始开始指责。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设施若有即款的情绪走出来的时，事真期待，真毋望，咱会当安静落来，咱真安静落来。伫诗篇101篇第5节嘛有讲到。
心捌骄傲，心内面骄傲，我无要宽容，我无要宽容。所以这当然是这个诗篇内面真重要的一段经节啦，提醒咱上帝对骄傲人的目睭是是厌恶的，是无欢喜的。无对到，毋是罪啦，但是是无欢喜的。迄个无欢喜就是啥？因咱的心因受骄傲起来。所以求主嘛怜悯咱，阮就兄弟姊妹，这是头一点。所以今仔日兄弟姊妹，今日我所讲的是较属于咱真正爱做迄个信仰的反省。这真重要，信仰的反省是真重要。所以今仔日咱兄弟姊妹做阵伫疫情遮尔混乱的时刻，咱着安静落来。咱来做即款信仰的反省，我相信这是值得咱来思考的来头一个骄傲的高傲的目睭，眼光目睭，头一点。所以伫个即个箴言第6章17节头一个就是骄傲的目睭，骄傲的目睭，有主怜悯，无受好。来，第2个是啥物？讲白贼的字，伫线顶无法度举手，但是我嘛无爱兄弟姊妹伫遐来试讲举手，试落去。即马差不多有40个兄弟姊妹伫线顶的顶悬咧聚集，无数是用 FB 咧看，所以而且咱看到第2款破坏咱人甲人甲上帝的关系的破坏，就是啥物？是讲白贼的字，你看伊排伫咧第2空站，我相信你咱拢捌讲白贼过，求主怜悯。咱拢捌讲白贼过。所以喙齿啦，咱讲舌头、喙齿是咱身躯同细项的器官之一，但是同细项，但是同好伫遐来甲管制，对毋对？同好安尼喙一讲出去就讲出去就敢若真拖出去的水收袂转来。当然啦，咱有倒时会讲我即句话收袂，但是已经讲出去了，所以即个喙齿是同细的物件，但是同恶来管制，因为喙齿咱会当学到上帝，对毋对？咱会当学到上帝，嘛会当会当救助上帝所创造的人。因为啥物？因为魔鬼就是讲白贼的老爸啦。魔鬼就是讲白贼的老爸。所以既然属于魔鬼撒旦的，拢爱讲出迄个白贼的话，定定咧讲。有主怜悯，帮助咱会当来思考即项事。所以圣经顶悬讲，诗篇第5篇第6节嘛，安尼记载讲白贼的要灭绝。讲白贼的要灭绝。所以真正求主怜悯，帮助咱，讲白贼其实无需就免加讲真多，因为咱拢清楚，咱拢知影。有一个故事嘛，安尼记载讲一只狐狸，一只狐狸，落落去一口井内面，无法度出来。只是有一只山羊仔喙焦要找水，经过这个水井，看到狐狸就甲问，讲，狐狸大哥，这个水好喝吗？你狐狸你讲对啦，这水真好啉啦，真水真甘甜，无你安尼好，你落来试看觅。结果山羊仔就跳落去啊！等伊即个水啉饱煞爬袂起来。狐狸就甲骗即个山羊仔讲，无要紧，只要你甲骹拄着迄壁，甲你的迄个阿妈棍挺落直来，拄个挺咧我先起你，甲你救起来。山羊仔是有道理的信任嘛，信任，所以就爬起来了后，你想咧，狐狸狐狸就逃走了，走。所以现在兄弟姊妹，有拄时咱嘛亲像即个狐狸共款，讲了互家己受利益，但是却害着别人受苦，迄个谎言，提
嘿，即个物件。所以，咱即段故事特别爱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搁较爱注意一件代志。你是毋是真正看到一个人在讲白贼的过程中间，你要安怎样甲救？你要安怎样甲？是逼伊认罪吗？用逼的，还是你要用上帝听好好啊来甲讨劝、款待，好好啊用啥听来挽回？哦，这是真重要。你著明明知影即个囡仔咧讲白贼啦，但是你著马上安怎？马上讲，毋是你就是讲白贼啦，戳破他了。所以这要有真有技巧、技术的，亲爱兄弟姊妹，这真重要。伫咱人生的过程中间，常常咱知影讲一个人咧开始咧讲白贼啦，伫即个过程中间，你要安怎样用上帝的听带领伊活转心上帝的面对？哇，这是真重要一件事。亲爱兄弟姊妹，咱毋是讲伫遐来甲戳破爱认罪、爱悔改，伫众人面前。迄就敢若亲像你摕一个石头来戴，所以这是互咱真做信仰真大的反省。就主来帮助咱会当有智慧，知影讲有人讲白贼啦，还是讲知影讲即个人要做歹代志啊，你要安怎样用上帝话好好啊讨劝，真正用上帝听来听即个你要做，所以请咱毋通怎啊含入去讲。好啊！我要用真侪价，我要用真侪的质问，互你安怎？互你伫遐来认罪，互你伫遐来悔改，用质问的方式，我相信这是咱需要调整。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啥？这就是第二点，要甲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分享，讲白贼的字，讲白贼的字。当然，咱做囝儿时岁，爱搁较知影清楚，真好。咱做时代的，搁较用咱实际行动来教育。好，第三点，要甲兄弟姊妹做阵来分享的就是害人的手，害人的手。经文内面会记载第17节的所在，咱今仔日看的箴言第6章17节的所在，有手害无罪的人，就是害人的手，流无辜的人的血。你知影上帝捌警告？那阿的后代，讲囡仔流人血，伊的血嘛要互人所流，因为上帝创造人是照家己的形象创造的。创世记第9章第6节有安尼记载，所以咱知影上帝真重视人的性命，保障人的活命，流无辜的人的血是上帝所无介意的。所以伫这个过程中间，咱兄弟姊妹，当然啦，咱较袂安尼讲，真正去摕刀仔去杀人哦，会流血即款，咱看到的流血即款。但是安怎？咱伫实际的生活内面，有拄时啊，咱会用价，用真侪伫下一段第4点要甲兄弟姊妹分享，就是安尼。所以这是咱若今仔日礼拜结束了后，你搁看牧师的大纲也好，还是讲你看即个箴言第6章即个20到19节，搁一遍甲读过一遍，用逐种无共款的版本，你来看，你就会当看到一项事，真正这个代志，你我咱拢捌做过，包括我拄则即马所讲的害人的手，陷害人的手，咱伫家庭、咱伫事业、工作拢共款。特别是咱即摆疫情，咱都会当看到，伫疫情的过程中间，侪会产生即款的问题，害人的手。旧约内面亚哈王甲即个亚瑟别杀害迄个先知，为着要夺取迄个拿伯的葡萄园，所以借刀来杀死拿伯，结果上帝甲伊刑罚。叫亚哈伫战争中互钱怎写着2箭所刺，写着亚瑟别互人杀死伫个即个墙下因为王子70个人被杀了，咱讲有伊性命。彼勒哥伫遐审判耶稣，定时个过程了后，伊伫遐讲这洗手啦，甲我无关系，甲我无关系，但是有法度洗掉伊。永远害人的罪恶，害人的血，流的血的罪恶。彼勒多
所以害人的手，亲爱兄弟姊妹，咱爱伫遮来反省，来反省。过来咱来看第4点，恶计就是恶计的心，恶计的心。伫第18节内面，伊圣经内面安尼记载，心都无歹事，心都无歹事。路加福音第6章45节有安尼记载，歹人对伊的心内所存的歹发出来就变恶啊！歹人对伊心内面所存的歹发出来就变恶啊！有拄时啊，咱敢若亲像定定会陷入去即款的结果，歹人的心。要安怎样陷害同事，陷害学生啊，咱的同学，要安怎样互伊变成一较歹，互伊业绩较歹，咱用逐种的方法，伫遮互伊真做压力，互伊安怎样，互伊安怎样，无得较你是主管无得较你是即个官位较悬的，你会当用真侪的方法计谋，逼人走，所以这实在是，亲爱兄弟姊妹。咱愈讲愈听愈看愈想，咱就会当看到伫即个世代是遮尔负面啊！今仔日听起来敢若是真侪的负面，这就是真言内面咧，甲咱启示的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歹的心爱安怎？当迄个歹的心人出来的时阵，咱就爱安怎？较紧离开。我捌看过一篇历史的记载，讲有一个大的礼拜堂。差不多几若千人咧做礼拜，有一天一阵贼仔要方便摕迄个礼拜堂的真侪的物件，真高贵的物件，所以伊谎报啦就当遐咧话讲失火了，失火了，开始安怎？大家开始伫遐信徒毋知影，伫遐轰轰公公走来走去，撞来撞去，撞来撞去，总共有46个大人甲囡仔伫遐打死。哇！这是害人的心呢，害人的心，这计谋害死真侪人。咱知影圣经内面嘛有记载，波斯国的即个宰相哈曼，因为怨恨犹太人，心内面都无要害即个犹太人，所以最后伊的计谋失败，家己害死家己人。即个大的王朝迄个日子，但以理的遮的东财的人要怨妒但以理，要害伊到死有无？予伊安怎？但以理ฮ็落去西坑内面，但是后来嘛是害死家己。所以这是多无恶计的心，咱爱体会、经验、了解、悔改。好，来第5点，第5点。开始，第5点，惊歹的脚，惊歹的脚。惊歹的脚，我相信，其实咱看起来咱敢若拢是恶人歹人。有一句俗语叫讲，学好久白壁，意思是啥？久白壁足慢的啦。甚至是爬不上去嘛，爬袂去，学好学好久白壁，学歹安怎？水崩头啦，真紧，水淋落崩了真紧，学歹真紧，学好真学，所以这是世间人对讲咱行好是较学的，行歹较紧，简单的道理，但是咱就是陷入去即个简单的道理中间。咱看即个世代嘛是共款，特别是网络的世代。有时咱来看网络或者每一个即个网络，其实凊彩安尼看，真侪，咱即摆太丰富的网络安尼看，咱就知影有侪即个陷害学歹的物件，拢伫个网络顶悬开始安怎教，比如讲教人安怎自杀竟然也有即款的，教人安怎自杀，教人安怎偷摕物件，教人安怎歹，拢伫网络顶悬嘛有。当然啦，咱知影嘛有好的，所以咱就会讲咱莫看迄歹的，看好的。但是，亲爱兄弟姊妹，敢有可能？你敢有可能无去看到，无去担到？有真侪所谓的科数的影片，侪迄个影片，
一直会影响伫咱的生活内面。我相信即阵啊，侪侪嘛是咱拢定定咧看到真侪网络的遮个代志，所以求主来怜悯。哦，咱即马是用网络咧敬拜上帝，哦，但是嘛有人用网络咧做歹代志。我相信这咱拢有即款的经历过，求主嘛帮助咱，行学的较莫安怎，莫搁打住。哦，好来，搁来第6点，咱兄弟姊妹来讲，无实的嘴，无实的嘴，不实的口。哦，意思就是来，咱继续来，咱有圣经咧掀起来看，就是啥？啊，这个18节，这个这个骹紧紧行合歹，哦，骹紧紧行合歹，都心都无歹事，啊，骹行合歹，意思就是。迄个讲出来，哦，做出来拢无实。咱知影见证原本是用来判断是非，啊，讲白贼也好，讲谎言吼，或者个见证，就是要颠倒是非，哦，失去迄个公平性。所以上帝要吩咐以色列百姓讲，毋通做假的见证假的干净陷害人，对不对？哦，毋通做假的干净陷害人，啊，做假的干净，有一天嘛，因为假的干净来死。有主怜悯，哦，帮助咱。中国的历史内面有一个历史故事，我毋知影你姊妹捌听过无？但是我看到即篇的即个历史的故事，我感觉真会当甲咱做阵来分享哦。中国的历史记载有一个楚王，吼，伊得到一个真水的妃子，哦，伊爱伊的即个妃子真水，但是伊边仔即个妾啊，吼，看到大迄个国王安尼遮尔啊宠爱即个妃子，就怨妒伊，哦，伊怎挖分即个妃子，伫遐甲伊诚做真好的朋友，有一天，哦。这个妃子甲即个美女秘鲁讲，哎呀，看起来吼，大王真介意你，但是吼，咱的王对你的鼻仔敢若无啥满意，所以吼，你以后若甲大王做伙的时阵，你要把鼻仔按起来。哦，这个美女都相信啦，所以照伊的话去讲，所以这个楚王突然发现。伊甲即个秘鲁做阵的时阵，伊拢做即款的动作，按起来伊感觉真纳闷，所以伊就问遮个妃子，问伊讲，开始吼，遮个妃子拢毋敢讲话，后来有一个人就讲，伊讲，迄个国王啊，我听讲吼，伊足讨厌王你吼身躯有臭味啦，哇，所以即个国王真生气，将即个秘鲁的鼻仔怎挂掉。但是后来了后，知影即个是假啦吼，一款的假，所以就将伊的妃子斩首。亲爱的兄弟姊妹，当然这是中国历史顶悬的一个故事，但是即款的故事，咱定定嘛伫咧咱的生活上来发生。求主怜悯，来保守帮助，咱会当将即个保守的嘴，而且来隔断。最后一点，咱兄弟姊妹分享的。散步纷争，这是咱常常伫现实的生活内面捌拄到的。哦，散步纷争，就是第69节内面有讲到讲白贼的假干净。哦，伫兄弟的中间所罗冤家呀，这个口音的问题吼，有人讲所罗，有人讲西人，吼，就是即个过程，咱来看到。最后一点，散步纷争，哦，散步纷争，散步纷争，哦，散步纷争，将冤仇放伫个人甲人中间，互咱彼此来怨妒。哦，这三正事上，我甲你讲，有人讲你安怎，咱就信。哦，我甲你讲，谁人讲你安怎，哦，迄个人甲迄个人就袂合，但是。后来对峙说，就无咧，都毋是安尼咧。哦，这个还好，哦，这个，但是有诶就是拢无爱讲话啊。哦，一个问号，哦，迄个问号造出来，到底是安怎？
散步分钟。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伫箴言18章第8节嘛有讲到，传喙齿的人的言语，就敢若亲像食好食的物，深入人的心腹。若讲闲仔话、散播谣言的人，互人讨厌惯着。所以求主来保守帮助咱。这随梦是真正生活的一部分。第1点到第7点，亲爱的兄弟姊妹，咱来看遮的第1点到第7点骄傲的录手，讲第7个喙齿害人的手，这个恶计的心，惊恶的骹，无识的喙，散步分钟。对啥？对头前到后面，咱会当想象，这敢若是一个人，为目睭、头脑、耳孔、喙、骹，敢若是一个人完整的一个人。伫即个过程中间，亲爱兄弟姊妹，你是毋是捌即款的经历过？或许有啊，捌。我相信咱兄弟姊妹，咱拢捌。求主来保守，真正求主来怜悯咱。透过今仔日这段的经节来帮助咱，伫即个过程中间，即款的破坏咱是上帝所万度的事，7件事。这内面3项甲讲话、语言、言语有关系，有4项是甲咱的心嘛有关系。所以安尼斗起来，变规个人，规个人，咱的心、咱的行为。所做出来，所以咱应当爱安怎？咱讲即个讲话细字行大爱注意，讲话细字行大注意。这互咱学习，愿主来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除掉遮个破坏咱，因为咱倒来教会来看，咱倒来咱的家庭来看，伫教会内面，咱是毋是定定依然是安尼来做？伫咱的家庭内面，伫咱的家族内面。咱是毋是嘛是即款破坏咱会走出来？所以愿主来帮助咱，除掉遮个破坏咱，远离迄个恶罪歹，无抵到上帝来万度，会当诚做上帝欢喜的人，就是遮个倒摆嘛，遮个倒摆，遮个倒摆，骄傲的目睭，咱谦卑，谦卑的目，谦卑的态度。讲袂出的字，诚实嘛，诚实好，这都是求主来帮助咱因为有人毋敢讲诚实，诚实出来就安怎，就怨道啊，即个人定咧讲白贼，即个安怎，有人想要悔改，但是挑迄落所以求主来帮助咱这个第2点，第3点，害人的手，为细汉囡仔咱就咱看出来，害人的手，一直甲咱大人拢有，所以求主保守，咱。帮助人，帮助人家，帮助人，免互人知影嘛，无要紧，帮助人，上帝拢知，帮助人手。恶计的心，善良啦，善良的款态，行歹的骹，行善变行好，行好。无识的喙变成做祝福人，祝福人。最后散步文经，安怎？互人安怎和平，互人和平，求主来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请咱三脚下头来祈祷。听阮的主，我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你互阮会当来看到一件事，也是主你互阮伫世间的生活，来透过人的歹，透过我本身家己的歹，互阮来发现知影。有时，阮咧讲话咧行大，看起来敢若亲像是四正的，是正义的，但是主在你的眼光却毋是安尼。主啊，求你怜悯阮有一个谦卑的态度、谦卑的心，嘛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真正无骄傲，真正有谦逊的心、诚实的态度，袂害人。的手袂害人的心，伫遐无做歹代志，无识的喙，而且会当诚做祝福别人、祝福满满的喙。感谢主，你的恩赐带领嘛，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
伫生活内面，透过疫情的时间，好好来反省，阮是毋是对这七款的破坏力有做的影响着？求主怜悯，求主赦免。搁一遍，帮助阮伫信仰生活内面来实践这七款的好的事，来应用上帝的名。感恩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兄弟姊妹，咱来念一首圣诗，来回应上帝话。圣诗342首，伫主听堂内面，请起立，咱来念全首。这顶悬有写着吼，兄弟姊妹，咱做阵嘛来看，奉献是基督徒的原理甲义务，也必须是甘心乐意的。所以你还佫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咱暂时唔通奉献。你若知影奉献的意义，我相信，无论是你双向，无论是你妇女，你拢会当清楚知影奉献的意义是啥物。这毋是牧师讲啊，牧师你拢定咧这段疫情的时阵咧讲奉献吼，甚至将这个账号这拢讲出来吼。亲爱兄弟姊妹，这是真重要的一个信仰的态度，请咱知影，迄个奉献两角面的寡妇，伊的心志是啥物？你真正无愿主帮助咱无需要做超过。但是咱知影上帝的心，咱知影上帝嘛知影咱的心，所以求主保守咱即时是奉献的时间，你愿将咱要奉献的金钱放伫个厝内面的一个奉献的箱仔内面。咱疫情过去，你就摕来教会，或者是讲你时间会使，就摕来教会奉献。这个奉献是真做咱事工的需要，愿主赐福帮助咱，请咱伫遮来做奉献。咱这是来念奉献的诗，请咱起立。我的心，我的
我来报告，一时我来报告，请咱来看聚会周间聚会的人数，咱的周间永远拢伫网络顶悬咧组织聚会。又要抽12人，就拜三的祈祷会4个人，有法阁抽11个人，葡萄抽12个人，敢若抽13个，挂菜种11个，种子9个人，少年团契12人，家庭妇女团契15人国中的主日学13个人。咱幼儿牧师来邀请兄弟姊妹咱你若要参加还是讲旁听拢会使参加，因为咱即种固定的兄弟姊妹，咱是小组团契内面聚会，咱的兄弟姊妹，你想要周间嘛要伫网络顶悬听看卖，咱的查经也好，还是讲咱伫即个团契小组的聚会所以你会当甲牧师讲，牧师会将迄个网址甲咱讲，咱登录入去，登录入去好。来，咱先来看拜二，咱拜二拢有，要抽小组即个聚会证，即个2点，下晡2点到4点，咱主力是带如平技术，查考是马头音，乡里团契即摆拢暂时来停止聚会，总是毋通乡里团契兄弟姊妹咱伫线顶来练习，我知影咱有群组伫线顶即个会长真甘心拢会铺即个物件，互咱来聚会来看所以求主来保守咱即个乡里团契。过来有法阁抽小组是拜四10点到11点半，洪文香姊妹伫遮来主持中世纪44章的查经。过来，咱来看挂菜种小组拜5 8点，葡萄树小组拜5 8点，遮个拢是即个组织聚会的时间咱有2个小组相时无共款的时间无共款的地点伫遐来聚会组织。橄榄树小组拜6，甲种子小组拜6橄榄树7点半开始，种子嘛是7点半开始来咱。做看家庭妇女团契嘛是拜6所以咱拜2、拜4、拜5、拜6拢有聚会，有早起时，有下晡时，有暗时所以咱详细来看周报咱的官网顶悬有周报的即个时间牧师是搁较介绍咱兄弟姊妹搁较清楚少年团契幼儿拜6 7点半开始好来，咱幼儿来看详细的报告，疫情的关系这是咱。即马咱教会 FB 啦咱的即个嘛有开始有 YouTube 即个 YouTube 的方式上网的方式咱拍搜寻先拍搜寻然后基督徒教会伊就会走出来 YouTube 顶悬咱加入点选按赞也是讲有铃铛开启铃铛咱就会当接受着教会遮个通知接受着遮个教会通知。好来看咱疫情的关系，所以教会所有的聚会拢改伫线顶求主来怜悯帮助咱即个疫情，牧师搁强调，咱只要做一件代志，伫厝内面较济时间拢伫厝内面祈祷喙暗出去，真正国母里种爱出去喙暗消毒，甲人的距离即个部分最重要若有真正无爽快，就较紧去看医生较紧来看医生。好，咱游玩即个改建的部分特别继续进行到即礼拜6到后礼拜1一段时间到一段落的时间毋通讲即礼拜会当来部分的完成求主来保守。来第4点下主日要调开线顶的幼稚园的董事会请咱的同工来出席1点来出席。好，咱继续来要参加其后一日班牧师干事来报名来安排线顶的课程求主来帮助咱虽然讲疫情无法度来教会，但是咱会当用线顶伫遮来甲兄弟姊妹分享基本的即个咱的信仰道理真理基本的所以互咱若要搁较你若要报名嘛会使兄弟姊妹你想讲我即马时间较济，搁听一遍听讲咱的其后真理是啥物，嘛会当甲牧师甲干事报名。好，来，咱来看继续关怀大道的事项。关怀大道头一点，昨暗咱即马开始嘛有即个关怀小组
即个疫情的关怀小组，咱有分即个7组咱有分7组所以咱兄弟姊妹大多数兄弟姊妹差不多伫咱教会聚会遮个兄弟拢会分着，每一个人拢有一组我相信昨已经开始有几啊组伫遮伫备办伫敲电话互咱望兄弟姊妹咱等待咱若有 line 就加入去迄组加入去迄组伫遐有真侪教会无共款的消息咱拢会放伫迄个所在来帮助咱甲教会有好的连结。所以昨开始就有甲几公里本会天天方姊妹的老爸伫个6月19号就是昨暗时过身咱特别为着贵族来祈祷有主怜悯艳芳姐妹厝内面各项伫大陆，所以伊即几工拢爱较紧去做即个核酸检验报告通过就要转去大陆的所在奔丧奔丧，求主怜悯保守咱特别爱为伊来祈祷特别为伊来祈祷，伊伫台湾信主的会籍嘛是刷来咱教会所以咱特别为即个家庭来祈祷。好，第2点，请为着教会整个的工程关心关心，所以即点请兄弟姊妹，咱拢伫咧网站顶悬牧师伫顶礼拜嘛有说明所以继续陆陆续续，咱有真多的遮个整建的遮个过程愿主来帮助咱会当透过影片好，看过咱兄弟姊妹当然会当来看是讲疫情的迄个时间可能建议较慢咱透过网络遮来看来关心就会使。好，来第3点，秋伟节要伫6月29号来祈祷请为伊来祈祷因为延几啊摆特别为伊来祈祷。伫厝内面调养的兄弟姊妹感谢主细汉兄已经出院伫厝内面即摆咧调养阿玉姐、美仪老师、文德老师永忠兄、永华姐、佩奇、林华姐、天丁兄、徐建廷同学、林黎明珠、黄伟如、朱燕一员、秀云姊妹甲静婷活出的遮个兄弟姊妹伟林兄一个伟汉谢惠美。以上即是咱关怀代祷的部分咱若有即个奉献的报告伫线顶咱无要公布，但是咱会寄即个周报实体的周报伫甲兄弟姊妹的手内面的有需要兄弟姊妹咱拢会拢会互咱知影。好，以上来咱来看今仔日的经句，箴言第6章16节，咱做阵来读2摆来读快一遍。来，有6项是要花所万分，连伊的心所掩过的有7项，就是今仔日咱讲的搁来一摆一遍。来，有6项是要花所万分，连伊的心所掩过的有7项。愿主怜悯祝福帮助咱兄弟姊妹会当更加清楚知影上帝的旨意。好，咱即时来上行信息513首，咱请起立。愿主祝福你，愿上帝更变着你，也变着你款待你。万有华手上高你，就是你平安。阿门。当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爱、圣神的相通，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角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列倒煞，请咱兄弟姊妹的家庭，大家嘛是爱行平安礼，愿主祝福平安。